迎收睇2026年6月6號新聞摘要，我係 Sarah。以下係為大家選取嘅幾則頭條新聞。區域政局焦點：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個星期正式啟程前往北韓平壤，同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進行面對面會談。呢一次係自全球新冠疫情爆發以嚟，習近平首次踏足平壤訪問。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今次中朝峰會嘅政治意義相當重大。據消息透露，兩位領導人預計將會就雙邊外交關係、經濟合作以及當前極具考驗嘅地區安全問題展開深入討論。今次習金會之所以特別引人矚目，係因為習近平近期先後同美國以及係俄羅斯領導人會面，國際外交縱橫交錯。有權威分析指出，北京方面一方面希望向呢個正被國際社會孤立嘅盟友表明中方嘅堅實支持，但另一方面亦都可能借此機會推動北韓重新返回停擺已久嘅核問題談判桌。事實上，中國而家依然係北韓最關鍵嘅盟友，以及係最主要嘅貿易夥伴。而今次習近平到訪嘅時機亦都非常微妙。正值北韓近期完全無視國際社會嘅制裁與壓力，持續以史上最高頻率進行密集嘅武器同導彈測試，中朝關係嘅下一步動向，勢必將會牽動成個東北亞以至亞太地區嘅戰略平衡。國際人道與突發消息：喺酷熱惡劣嘅撒哈拉沙漠 （Sahara Desert） 腹地，日前發生咗一宗令人心碎嘅集體罹難悲劇。一架載有大批非法移民嘅貨車喺途經尼日爾 Niger 境內嘅沙漠路段嘅時候，不幸喺極端高溫底下突然死火，導致到車上約50名企圖穿越沙漠嘅移民喺缺乏水源同高溫暴曬嘅絕境之下，不幸活活渴死。據當地當局透露，呢一批遇難者當時正係試圖穿越呢一片被稱為死亡之海嘅荒漠。喺貨車死火故障之後，佢哋被完全困喺烈日當空、毫無遮蔽嘅沙漠中央，隨身攜帶嘅飲用水好快便徹底耗盡。整場災難中，僅得2名意志力驚人嘅生還者，冒死喺滾燙嘅沙地上徒步前行咗超過50公里，最終奇蹟般走出沙漠，成功求救。然而，當救援人員同當局接報趕抵現場嘅時候，現場嘅沙地上已經散佈住幾十具不幸罹難嘅屍體，場面極其觸目驚心。今次嘅慘劇再次向國際社會敲響警鐘，赤裸裸地展示出移民喺偷渡過程中穿越尼日爾呢個重要中轉國家時所面對嘅致命風險。儘管環境極度惡劣，生命威脅迫在眉睫，但每年依然有大批不惜 X 而走險嘅移民，希望冒死穿越撒哈拉沙漠，以北非為跳板，最終前往歐洲尋求一線生機。布里斯本一間娛樂店 Yohurt Store 日前意外成為全澳焦點，更加陷入咗一場關乎人工智能 AI 同藝術作品擁有權嘅重大法律糾紛中央。事源該店店主早前出資委託咗位本地藝術家為店鋪重新設計並繪畫一幅展現布里斯本天際線 Brisbane Skyline 嘅巨型壁畫。豈料作品完成之後，店主先至發現該名嘅藝術家喺構思同創作過程中大量利用咗 AI 藝術工具嚟生成呢一個設計，隨即引發咗究竟邊個先至係呢幅作品真正擁有人嘅法律羅生門。店主理直氣壯咁認為自己既然已經真金白銀出資委託創作，理所當然應該擁有該幅壁畫嘅完整展示權與版權。然而，涉事藝術家卻反駁 AI 僅僅係協助其呈現靈感嘅其中一種現代工具，核心嘅創作概念同藝術指導依然出自其手，因此堅持自己保留住最終嘅創作擁有權。多位權威法律專家直言，呢一宗娛樂店壁畫案喺法律界極具指標性，因為佢極有可能會為 AI 生成作品喺澳洲現行版權法 Australian Copyright Law 下嘅法律地位，訂立一個極其重要且具約束力嘅歷史先例。呢場版權風暴正值 AI 圖像同設計工具日益普及之際。對於預算有限嘅小店而言， AI 技術無疑提供咗更實惠、更多元化嘅商業設計選擇，但無奈目前嘅法律框架明顯遠遠追唔上科技嘅火箭式發展。呢一宗備受全澳注目嘅娛樂店 AI 壁畫案，預計將會喺本年嘅稍後時間正式開庭審訊。昆士蘭政府之前一直向公眾承諾，隨住大量全新嘅可再生能源項目投入運作，發電成本降低，本地家庭嘅電費支出就會變得更加平。不過，能源業界領袖日前齊齊潑冷水，指出目前正值昆士蘭進行大型可再生能源轉型嘅關鍵期，要令到電費真正降得落嚟，最關鍵係要以最快速度起好更多嘅風力發電場，
Wind Farms 同太陽能發電場 Solar Farms。業界強烈督促州政府必須立刻簡化繁複嘅官僚程序，加快行政審批，確保所有大型工程能夠順利推進。如果風力同太陽能發展喺途中遇到挫折或者拖延，咁政府之前承諾過嘅慳電費着數，隨時會全部泡湯。對於近年已經被高昂電費壓到喘唔過氣嘅昆士蘭家庭嚟講，今次電費有望回落嘅消息固然令人審慎樂觀，但係專家亦都講得好白，如果政府喺執行力上繼續拖泥帶水，導致工程延誤，大家期待已久嘅慳錢大計就只會變得更加遙遙無期。有時真係唔知信專家好定信政府好，你嘅睇法又係點？西澳珀斯 Perth 一名獨力撫育子女嘅媽媽日前不幸慘遭殺害。今日法庭踢爆更多令人毛骨悚然且充滿欺騙嘅短訊內幕。死者係現年38歲，喺當地深受愛戴嘅知名專巴兼瑜伽教練 Kylie Goods。上個月，佢被發現倒斃喺珀斯 Balcatta 區嘅寓所內，警方隨後拘捕並起訴咗佢嘅前度伴侶謀殺罪名。今日法庭聆訊上公開咗關鍵嘅手機短訊記錄，揭露被告喺案發前後編織咗一個極其冷血嘅大話網絡。短訊顯示喺警方推斷死者遇害嘅關鍵時間之內，被告竟然狂發多條短訊，向外界聲稱自己當時正同警察一齊，意圖利用虛假嘅警方不在場證明嚟掩飾罪行，混淆視聽。而死者喺生前幾日亦都曾經向朋友傳短訊提及過我正同警察住埋一齊嘅詭異對話，令到整宗案件顯得更加撲朔迷離。呢宗慘劇深深震驚咗珀斯當地嘅社區，鄰居紛紛形容 Kylie Goods 是一位非常盡責，將全部愛都奉獻俾孩子嘅好媽媽。目前警方正全力透過數碼鑑證重組死者生前最後幾個鐘頭嘅行蹤。被告現時被拒絕保釋，繼續還押，預計下個禮拜將會再次出庭受審。開發超人氣 AI 聊天機械人 Claude 嘅科技巨頭 Anthropic 日前正式向全球各國領導人發出公開促請，呼籲全球即時暫停發展最尖端、最先進嘅人工智能系統。呢間總部位於三藩市 San Francisco 嘅頂尖 AI 公司罕有咁發出嚴正嘅警告：如果科技界喺未做好充足安全防禦措施之前，依然一味盲目向更高級別嘅 AI 衝刺，人類將要承擔無法承受嘅巨大風險。事實上 ，Anthropic 行政總裁 Dario Amodei 過去已經多次公開示警，強調超級智能 Super Intelligence AI 一旦失控，將可能對全人類社會構成毀滅性嘅存在性威脅。有別於以往個別專家嘅流於口號 ，Anthropic 今次採取咗更實質嘅行動，正式促請包括 OpenAI、Google 在內嘅各大競爭對手公司，以及係各國政府攜手合作，跨國跨企業協調並強制執行一個全球安全暫停期。該公司直言，控制尖端 AI 開發難度同風險極高，呢件關乎人類未來嘅生死大事，絕對唔應該由任何單一科技組織或者係商業機構自行決定。今次由行內三大龍頭之一親自叫停嘅舉動，無疑為成個 AI 行業以及各地監管機構帶嚟咗前所未有嘅巨大壓力。Anthropic 最後語重心長咁指出，人類現時可能只有一個極其狹窄嘅黃金窗口期，去確保下一代嘅人工智能依然安全且對人類有益，否則形勢一旦失控，將再冇回頭路。澳洲各大大學目前正承受巨大壓力，被嚴正促請必須立刻訂立清晰且嚴格嘅人工智能 AI 使用指引。整場爭議嘅導火線源於近期一宗涉及學者使用 AI 工具撰寫學術評論文章，卻完全冇向外披露嘅代筆醜聞，隨即喺學術界引發軒然大波。隨住該篇由 AI 秘密生成嘅文章被公開發表，多位資深教育專家紛紛直言，呢一宗醜聞徹底暴露咗目前各大高校政策上一個極度危險嘅漏洞。專家警告，現時缺乏透明清晰嘅規則，已經令到前線嘅學生同教職員感到極度困惑，完全唔清清楚楚邊啲底線先算係合規，邊啲做法其實已經踩到學術誠信嘅紅線。面對排山倒海嘅質疑，各院校而家正面對前所未有嘅輿論壓力，被要求必須喺更多類似醜聞爆發之前，立刻制定出完全透明嘅 AI 使用政策與審查機制。聯邦教育部部長亦都已經強硬介入，明確表示各間高等院校必須承擔起最終責任，嚴肅處理學術與科研工作上嘅 AI 濫用問題。
當局更加下達咗最後通牒，要求所有大學必須喺今年年底之前提交具體嘅監管與應對計劃。今次嘅醜聞正值各式 AI 寫作與自動化工具喺校園內日益普及之際，點樣喺擁抱新科技、提升效率嘅同時，死守學術界最核心嘅誠信與學術標準，已經成為全澳大學避無可避嘅根本挑戰。澳洲聯邦政治與民生焦點，成千上萬飽受高租金同高通膨打擊嘅澳洲租客，以及苦苦等待上車嘅首次置業人士，目前依然未能夠等到實質嘅紓困措施。總理 Anthony Albanese 就政府喺住房問題上嘅選舉承諾，正面臨各界越嚟越嚴厲嘅追問同強烈質疑。喺尋日嘅聯邦議會質詢時間內，面對反對派排山倒海嘅攻勢，總理極力為工黨政府喺房產稅收優惠、漁夫扣稅等政策上嘅政績與立場作出辯護。佢堅稱要徹底解決澳洲根深蒂固嘅住屋問題，聯邦政府必須將全部嘅焦點同資源轉向，全力增加房屋供應，而非單靠調整稅制。然而，反對派對此回應展開猛烈抨擊，直指大批每日辛勤工作嘅澳洲夾心階層家庭完全被政府遺忘與忽略。目前房屋可負擔程度喺澳洲全國範圍內依然處於歷史性嘅危機水平，高昂嘅樓價同極低嘅租房空置率，正令到年輕一代嘅澳洲人置業夢想變得越嚟越遙不可及。雖然工黨政府一再強調，最新一份聯邦預算案中嘅各項配套措施將會喺未來釋放並提供更多嘅房屋供應，但多位經濟專家同社福團體均已批評遠水唔能夠近火。面對火燒土骨嘅住屋危機，政府極需要迫切採取更即時、更直接嘅行動嚟輔助小市民。適逢今日6月6號係昆士蘭日 （Queensland Day）。澳洲傳奇經典樂隊 The Whitlams 今個週末將會為我哋圖文巴帶嚟一場分量十足嘅音樂盛宴。今晚將會空降市中心歷史悠久嘅帝國劇院 Empire Theatre 隆重登場。今次主音 Tim Freeman 帶領樂隊重返圖文巴，最特別之處係夥拍我哋本地著名嘅圖文巴音樂會管弦樂團 Toowoomba Concert Orchestra 同台聯袂演出。今晚嘅音樂會將會破天荒為樂隊多首劃時代嘅殿堂級經典名曲，包括 No Aphrodisiac 以及 Blow Up the Pokies， 重新編製極具層次與震撼力嘅交響樂版本。同時現場亦都會演繹佢哋近2張大受好評嘅專輯 Central 同 Kookaburra 入邊嘅精選歌曲。另外音樂會仲特別安排咗2首向澳洲已故偉大音樂家 Peter Sculthorpe 致敬嘅交響樂作品，用樂章去悼念呢一位傳奇大師與主音 Tim Freeman 之間深厚嘅忘年友誼。呢套大型交響音樂會自2004年首演以嚟，歷經20幾年嘅淬煉，無論喺編曲嘅複雜程度定係演奏風格上，都聞斷精進與提升。今晚喺 Empire Theatre 嘅限定演出，古典管弦樂同當代搖滾流行樂將會擦出極致火花，勢必為圖文巴嘅樂迷帶嚟一個震撼且難忘嘅昆士蘭日金曲之夜。位於 Drayton 鐵路區，由 Downsteam 負責營運嘅圖文巴鐵路博物館 Toowoomba Rail Museum， 其關鍵嘅火車修復工場即將迎嚟全新屋頂，整體修復工程預計好快就會大功告成。呢間博物館自1970年代成立以嚟，一直係昆士蘭鐵路黃金歷史嘅活生生見證。今次工程全靠成功爭取到昆士蘭鐵路遺產資助計劃嘅撥款支持。全新嘅屋頂落成後，將會為工場內擁有數十年歷史嘅古董火車頭提供最強大嘅保護，免受日曬雨淋同極端天氣嘅侵蝕。多年嚟，一班熱血嘅義工喺呢度默默耕耘，親手修復一架又一架嘅古老火車頭與車廂。呢一筆及時嘅資助唔單止確保咗義工們嘅心血與手藝可以完整保存並傳承到下一代，更免除咗大家過去每逢打風落雨就要擔心心血被毀嘅進度壓力。博物館支持者同本地社區領袖紛紛表示，新屋頂嘅動工落成，象徵住呢一個具備深厚歷史底蘊嘅旅遊景點，以至成個 Toowoomba 社區嘅文史保育工作即將迎嚟一個令人振奮嘅全新篇章。以上就係今日嘅新聞摘要。天氣方面 ，Brisbane 天晴10至到20度 ，Toowoomba 天晴6至16度。如果中意我哋嘅內容，歡迎訂閱同分享，多謝。我哋聽日再見。